累世的因缘，然后我们被投胎哦，就是进入中阴身啦。啊，中阴身哦，恶的你造的你什么人？你有缘的人，就是吼，咱甲父母吼有结缘，然后中阴身吼衰的时候啊，有缘的地方有亮光，无缘的地方吼黑漆漆啦，拢无。啊，即马看到有亮光吼，中阴身就直直照转入迄个光，啊投入迄个光的内底，啊，这个光的内底吼，就是父母亲吼正在做爱，父母亲结婚了以后啊，哦，就是啊，正在这个亲爱的时候，他就投胎，投胎以后哦，就怀孕了啦。她怀孕叫明色，明就是精神状态，色啊就是形象，所以明色报完那里啊，就是胎形成那个胎而已。然后呢，它慢慢286天，它就会生下来。它这边生下来之前啊，它就有具备6根。然后生下来跟凡尘接触，跟凡尘接触像跳啦，伊即马迄个第10颠簸庄迄个忘魂汤喝了太久，效力不强，所以他生下来不哭就不会活了。因为我们虽然阿赖耶识来投胎最早，可是一定要跟空气接触以后。我们生下来，我们的身体跟空气接触，跟空气接触，我们的灵跟阿赖耶识才一生，所以哇，他的哇了，所以那个有经验的一些助产士啊，他都会把那个不哭的那个婴儿脚往上拉着头让他垂下，打他的屁股啦。跟他讲，你的正业啊，唔来，袂使啦，甲拍个好考，一哭了他就放下来，就交给那个那个生的家庭的，讲活安尼好啊，一定活。这一哭我们就一生啊，从哭啊一直到死啊，要一段分段生死。我们出来接触了以后啊，我们就有感受，慢慢的你感受很强烈，感受了以后，你就产生喜欢讨厌，就讨厌，然后喜欢讨厌呢，就拥有跟排斥，都呢经过这个阶层，然后已经你的行为啊，已经完成叫取，然后业造了叫有，因为业有造了，所以引起下一世的生。因为有生因为老死，个死不倒转来了，死未完，所以叫12勾手，12因缘。佛呢就要我们研究。让我们知道，我们顺着走6道轮回，我们改变的地方啊，就是在受。我们免不了出生跟凡尘接触了，一定有，然后接着那个受，接触有了以后受所以有修的他都教我们一切不受，就是我们凡尘事来则应事去则见，你不要让这个凡尘事进入你的内心，不要让它进入，因为进入你会记得，你会记得就形成你要去经历，你不受。不进入内心变成你内心都是空，都是空的状态它没有业，
所以啊，你没有受啊，不接受一切不爽后，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不造业，因为我们有喜欢讨厌啊，有取舍才造业，造了业才受苦。那我们一切不受，不管好的坏的啊，我处理完就好，我都不让它进入我内心，我一切都抛开。这样的话没有喜欢讨厌，所以没有喜欢讨厌啊，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就不用受苦了，解脱了。所以解脱还是要自己啦，努力，自己选择啦。你选择你也伫个完成，你若讲看人做代志危害到你的权利，你讲好，你甲我记，我绝对会报复。你这样的话六道轮回绝对免不了。你若讲迄个凡尘事啊，转眼空，迄拢过眼云烟啊。有啦，有分有分，就念要过去啊。你都放空，没有，就没有业。没有业啊，你要受苦都没有苦让你受了。你讲我来受苦，我要来受苦，你也无正业，苦伫倒无。咱安尼足多业黑白修，胡思乱想最厉害。黑白修，个做行为啊无检点。你讲我不受苦，我不爱受苦，你走袂离啦，苦咧等你，苦袂了啦。绝对苦袂了，你就家己静来业啊，你家己要去接受啊。所以咱来了解讲解脱，是咱家己了解道理，拢无去犯着，拢无搁再去做，自然拢解脱了，解脱了。咱若讲无研究安尼，一寡业一定，你想讲我要解脱。佮规个佛前伫咧拜托佛罗，你甲我解，不可能无法度。佛袂甲你担你家己种个业啊，你爱家己去了。佛袂甲你担业，佛若甲你担业你会愈种愈厉害。所以甲你担，所以咱来了解业爱咱家己了，我们自己了业。那个呢，不重的，我们业拢卖种，胡思乱想都无，微细的业都没，都全部没有了。我们大概最差的就是念头，我们不知道起心动念的念就是业。咱拢想讲，读到我要修啥，有啥物要紧，啥要紧，咱咧修，你甲你以往所种的业都甲扭来，无受过哪会使？你都拢扭来啊！你若无想的时阵，以往就以往，过去就过去啊啦。伊要因缘有情，无缘因缘无回合，无迄个果报呈现。咱就要知影讲以前有正因无对，不过即马就爱因缘回合，安尼才会果报呈现。咱拢心保持安尼清健康。咱毋是句讲应先先有无？爱会记哩啦，做应先先啦，拢无业啦。你若加减想应用加减想，较袂老人痴呆。同款一定我那老人痴呆。所以要了解到，你若保持甲拢无念，迄才是正讲真空状态。你有法度真空状态，你伫个佛的本体内底，咱拢是佛的，是咱家己拢无爱做啊，拢想讲迄坐遐伤艰苦安尼坐甲拢咱等下拢会下课拢转去，还佫踮仔咧坐。
所以哦，我时时讲买啦买，卖者上好。可是我们要知道，那个只是一个外表形象，重点都是在我们内心。我们内心都保持那个空寂，那个寂就是如不动，已经是咱有形的本体。咱若伫迄个本体内底，我叫真强调讲思机而容现。你安尼做万年放下，你甲做足熟的，做对啊。到后来你在家里面做，真的是神万物。你外口发生什么代志，你拢知。因为你的整个佛性本体啊，充在整个宇宙虚空。你有法度静了久，迄个功夫有够，伊就会通外口。愈通愈远啦，愈远的代志你拢愈会知。咱即马就是讲拢甲人咧计较，计较的心就是甲会，拢迄鸡仔肠鸟仔肚好，拢足会。你足会中间，你要哪会知影外口创啥？无法度了解啊！你即马拢放下，万言拢放下，遐呢胡思乱想的都不要，起心动念都不要，让它都远去了，然后你就成戒。我们的佛性啊，真的很奥妙你真的能够努力的修，可以转移四天下。咱唔免去想迄啦，咱唔免等，咱等咱家己就好啦。转了我们这一生呢，过得都很如意，很快乐，这样呢就可以了啦。所以佛学特别把那个《大藏经》16册817页的记载，那个见12因缘即是见法，特别写下来。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都可以看到那个因缘际会它会产生。现在这样安尼做会也变现出来，我们会事先知道。所以能够呢见到12因缘，就是当教佛法。那见法了以后就可以见到佛。这个呢，佛讲的不为我们，我们很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因为我们部分都是在现象注意对那个没有形象的不会很在意。那假如说你看到12因缘，那个都是要没有形象的地方，你已经在意了。这项甲这项拄着以后会变安那，也未出来，你就会事先会知。所以见那个12因缘，这个12因都相续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它无生，它不会生啦，你直直接落去它不够生啦。都伫咧烧接无生，如实，如实见不颠倒。12因缘呢都不颠倒，无生无作，然后会有为无助无为，它无助呢，又无所作为，它不是呢我们心的境界，它极昧无相，我们的佛性本体就是极昧无相。那么以是故见12因缘即是见法，常相续取无生，都无生啦。我们在讲时候好像都一个接一个，可是它都没有生，没有灭，如实见不颠倒，无生无作，以是故见12因缘即是见无上道。你看到12因缘看到最上圣的道，具足法身。我们整个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都叫法身。我们这法身充塞整个宇宙虚空，非常宽。所以有因有缘呢，是名因缘法。那么此是佛内说因缘相。
以此因啊，能生是果。哦，有因啊，就会有果。如来出世因缘生法，如来不出世亦因缘生法。所以因缘生法，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是一定的。哦，如来有没有示现在凡尘啊？这个因缘哦，都是固定的。哦，法相常住，哦，无知烦恼，这个法相都没有烦恼。那么究竟啊，如实哦，非不如实，是真实法，离颠倒法。哦，所以后就特别把它呢这个抄录下来。善男子，众生呢，哦，福宝不见呢是草，哦，就是那个雪山有草啊，名为蜜。哦，啊，咱众生的喉咙真无啦，哦，无看到这个雪山，这个肥腻的这个草。那么佛性语啊，哦，咱的佛性嘛是安呢？烦恼故故啊，众生不见。哦，咱的佛性呢，既有迄烦恼难抗调的，所以众生拢无看到，无看到佛性。那么，譬如大海，哦，水同一咸，虽然哦，迄海水拢咸的，那么其中亦有上妙之水，哦，味同于乳，哦，这咱都唔捌听到啊。讲吼，伫个海内底啊，吼，有迄个上好的水啊，迄味吼拢敢若牛奶咧，哦，安尼真好味。譬如雪山，虽复成就，哦，这个种种功德，多生呢之药，亦有毒草，哦，雪山呢有生足个药啊，哦，治众生的病，但是嘛有迄个毒草。那么众生身啊，亦复如此。咱众生的身躯哦，嘛是安尼。虽有四大哦，就是所有风土啦，这个四大哦，毒蛇之种。这佛呢讲咱的四大哈，都是毒蛇哦。那么其中亦有妙药，讲呢哦，咱这个四大内底啊，它有妙药哦。这个大王。所谓啊，佛性哦，非是作法哦，咱的佛性啊，唔是讲有法度去做出来，唔是讲哦伊会做，哦他呢都呢如如不动。单位课程啊，守护啊，就是被课程所覆盖哦。洛萨利哦，这个是王种，婆罗门就修道者哦，毗舍。商人、手头、农夫，哦，能断除者啊，即见佛性，成无上道。哦，假如说能够这个看到啊佛性啊，把那一些那个毒草，那个毒种，都除掉的话，就可以成无上道。那么，譬如虚空正的其余。一切象牙上呢，皆生花。这咱较唔知影，较唔捌去看到。讲虚空若单如起云，迄像叶啊，伊就会生花。若有雷震啊，花则不生。没有雷的话呢，那象也不会生花。亦无名字，嘛无名。众生佛性啊，又如是，常为一切烦恼守护啊，不可得见。是故我说呢，众生无我。所以啊，众生来对没有佛性啊，就是无我。我就是佛，我就是如来。咱拢被烦恼守护。若得闻是大般涅盘微妙经典，只见佛性啊，如象牙花。假如说我们听到呢大般涅盘微妙的经典，就可以看到佛性，就好像这个天打雷啊，象牙开花了，如象牙花。虽闻契经呢，一切三昧。本世间呢，不知如来微妙之相，
虽然还有很多的经典一切三昧呢就是正定很多的经典也都呢这个强调呢那个正定，可是没有听到呢涅盘经就不知道如来微妙的形象。若无雷时象牙上花不可得见没有打雷的话那个象牙上面的花就没有办法看见。那么闻是经已，即知一切如来所说秘密密藏佛性。假如说能够听到涅盘经，就呢知道一切的如来所说的秘密宝贝那个密藏就是我们的佛性。那么譬如天雷见象牙花这个看到涅盘经就好像上天打雷，象牙已经开花。那么闻是经已即知一切无量众生呢皆有佛性一看到涅盘经以后就知道一切无量的众生呢全部皆有佛性。那么以是义故说大涅盘，名为如来秘密之藏，都是如来秘密之藏。增长法身，犹如雷时象牙上花，以能长养，如是大义故得名为大般涅盘。这个涅盘经大般涅盘，因为在加大般涅盘跟那个涅盘就有区别。生死涅盘等空法是空中的花那个就是摩诃般呢就是进入我们的那个佛性。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有能学习是大涅盘微妙经典，当知是人呢能报佛分真佛弟子假如说有善男信女有能学习是大涅盘经微妙的经典当知是人就能报佛分真的是佛的弟子。那么迦叶白佛言：甚奇世真，所言佛性甚深，甚深难见难入这个佛在讲的佛性呢很深很难看起来很难进入。声闻缘觉所不能解这个声闻觉这个小圣呢不能够了解领悟。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所叹，不为我说你所赞叹的就是我所说的不违背我所说的。那么迦叶白佛言：世尊，佛性者允何甚深，难见难入这个呢比较要这个深入其中，然后问释迦牟尼佛说佛性者允何？为什么呢甚深难见难入？那么佛言：善男子，如百盲人为自目故造诣良医，是使良医以金钵掘其眼膜，以医指示问也见不盲人答言：我又未见。忽以二指三指视之，乃言呢少见看一点点善男子，是大涅盘微妙经典，如来为说亦复如是。无量菩萨虽具足行之波罗蜜，乃不实住犹未能见所有佛性。如来既说呢，即便少见如来有讲了以后可以这个见到佛性只是还没有透彻。那么菩萨既得见已
贤周是言，贤周是言，前面都这样说。圣启呀，是真。我等流转无量的生死，当为无我之手后乱。这个流浪，一直六道轮回，都被呢这个无我所迷惑。善男子，如是菩萨为耶呢实地尚不明了知见佛性，何况声闻缘觉之人能得见？所以佛就讲，菩萨已经到达那个实地也很高最高了，尚不明了，还不透彻知道那个佛性，那何况呢？那声闻缘觉就是那个阿罗汉跟那个辟支佛他们没办法看到。